前一排睇奧運會，我睇住李宗偉點樣失落佢嗰個羽毛球嘅男單金牌，我亦都見到費達拿乜嘢獎牌都攞到盡，就係爭一面叫做奧運金牌。好多嘢就係唔完美，做運動員嘅生涯都可以唔完美，但係偏偏喺唔完美嘅人生入邊，有啲人就乜嘢都攞齊。鄺錦成 Francis 喺唔完美嘅人生啊，一般人嗰個諗法就係、哇，最好我一出世就四肢健全，就健康活潑成長，咁啊叫做完美的人生嚇。咁但係話好明顯，你就係作為一個殘疾運動員，而你嘅唔完美人生上面，你偏偏得到一個完美嘅結果，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咧？都可以嘅，都可以啊！嗱，你點？我覺得你點樣完美法咧？嗱，即係喺身體上可能有一啲殘缺，但係倒翻轉你冇因此而放棄你嘅運動員生涯啊嘛。咁你嘅就打乒乓波就代表香港去出席奧運會，即係啲殘奧一出席咗7屆喎，你都算慢。呢24年係咪眨下眼就過咗㗎？時間都過得幾快嘅，但係咧係最緊要個運動員有堅持啦。係因為我係好熱愛乒乓球運動啊嘛。嗱，如果係咁樣計翻上去嗱，你喺參加7屆嘅殘奧入邊咧，你金銀銅嘅獎牌都攞過㗎啦。即係你仲要係逐步攞㗎嘛？我記得你好似應該先攞銅啊，你攞銅又攞個金，跟住又攞下銀，又攞下銅咁樣嘅，即係唔同嘅界別就攞唔同嘅色水啦，應該咁講。其實你當你儲齊嗰3隻唔同色嘅時候，個情緒係點㗎？我都幾開心嘅，即係唔係好似即係一般咧就話梗係話攞晒金咪最好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有金啊、有銀啊、有銅咧，就比較好啲啦。雖然有時銀牌或者係其他人嚟講話輸咗，即係但係如果能夠歷屆幾屆奧運嚟講咧，都有集齊到啲金啊、銀啊、銅咧，變咗即係話我有經歷咯，我有悲有喜啊，即係有驚有喜啊，即係我又贏過，有輸過啊。其實我真係冇用呢一個角度去諗嘢啦。金牌就唔使講啦，贏晒所有嘅比賽，你先攞到最後嘅嗰個金色牌啦。銀牌就係手下敗將，所以佢就係攞銀牌。但係倒翻轉銅牌又係贏嗰個，因為如果唔係就梗驚死獎牌都冇添咁。咁你自己會點睇呢個所謂贏同所謂輸啊？嗰個銀同金或者銅同冇？即係唔係話即係好似頭先你開賽場白嗰時都講過費德拿，即係一樣同我即係可以發生我身上嘅。因為譬如我92年我巴塞隆拿。我就贏咗個世界冠軍啦，兼奧運冠軍啦，係佢88年嘅。咁我就跟住我就我從未贏過佢噶嘛。後尾喺92年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好跟住88康城，唔係跟住下一屆啦，跟住96年亞特蘭大啦，我又要遇翻佢啦。係啦。即係做運動員，即係佢運動員而家好渴望，好似費達拿一樣咁樣，好渴望咗攞金牌嘅，或者係好似仲有一個係李宗偉啦，羽毛球嘅李宗偉啦。咁佢就都從未即係喺大賽奧運嗰度贏過林丹噶嘛，上一屆都係輸咗，就係輸俾林丹嘅。即係而家好似嗰個歷史喺傷殘人士入邊都會發生嘅，就係嗰個法國選手咁樣，喺92年巴塞隆拿嗰度就輸咗俾我啦。咁佢一樣係好渴望攞到獎牌咯，跟住佢96年又對住你啦，係啦。點知96年咧就逆轉咗啦，點知佢就攞咗個金牌，我就攞個銀牌，係啦。咁我就覺得呢啲比賽咧，只要自己付出咗，即係成敗咧就唔好即係咁計較咯，即係人咧有高潮有低潮噶嘛，即係好難話永遠都保持到嘅咁 fit 嘅狀態啦。嗱，我都話 fit 唔 fit 啦，好簡單啦。費達拿今年攞唔到呢個奧運金牌，佢冇機會㗎啦，因為佢已經30歲，咁所以4年後其實佢都未必能夠再代表到瑞士去參加，即係你唔喺嗰個狀態，甚至乎你就未必有㗎啦。你都明白做運動員最難就係佢個運動員生涯會終結嘅一日啊嘛。咁如果係咁計咧，佢可以埋單㗎咯。埋單就係咪就係個唔完美，就係佢攞唔到奧運金牌咯。如果係咁計，你喺埋一單啦，你埋單計你自己嗰個其實最難攞，其實似乎唔係淨係嗰3隻唔同色嘅獎牌。講起3隻唔同色獎牌，我一定要真係要親自近距離目擊一下，因為咧阿 Francis 咧今日咧就帶咗佢喺巴塞隆拿殘奧上面攞到嗰個金牌俾我欣賞，近距離你睇一睇下。即係呢個咧就設計好簡單，同埋呢一隻
呢隻吉祥物啦，當年咧就係巴塞隆拿嗰隻吉祥物啦，係個大會嘅吉祥物，就係佢頒獎嘅時候送埋俾你嘅。一套嘅，即係攬獎牌兼有一個公仔。哇！呢個即係獎牌真精美嗱，我俾你嘅背面大家睇下。嗱，正面咧你就見到係佢哋個大會個徽號咧，即係嗰年嗰個設計。但係個背面咧就寫住係殘奧會。咁同埋咧最有型嘅，我第一次見殘奧會嘅獎牌，原來佢背後一行係盲人特字。即係話我係摸得，即係如果我識嘅話咧，我係摸得到。咦，究竟嗰堆嘢係啲乜啦？好特別啊！個設計好精美嗱，再睇一次嘅前面就好簡單。其實呢一紮獎牌真係精美啦。嗱，我想講要再落去係咩咧？呢個仲難攞喎。呢個嗱，呢個木雕嘅我費事拎啦。嗱，可以近距離大家就望一望。咁咧就係Francis 咧，因為佢由84年開始就已經參加殘奧會，佢一參加咗7屆，一口氣連續24年每屆都有去出賽，終於去到08年發生咗件咩事咧？因為我做咗連續參加7屆嘅運動會啦，咁就國際冰聯咧就喺08年北京奧運嗰度咧就頒發一個傑出嘅貢獻獎，就表揚我就即係有貢獻嘅成就，咁啊參加7屆，就頒有個特別大獎俾我啦。係啦，就因為你嗱7屆好簡單，你都係參加乒乓球，而你喺唔同嘅界別就攞咗唔同嘅獎項噶嘛，有金啊、有銀啊、有銅，咁即係對推動即係殘疾人士打乒乓波，梗係不遺餘力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嘅特別嘅成就俾你哋。係啦。咁所以咧嗱，呢個就仲難攞，即係如果費達拿都仲爭一個奧運金牌，你都攞咗啦，你攞咗金牌，但係呢個咧就唔係話你要有咩成績先至能夠得到嘅，而係大會認為你有個傑出嘅推動喺度，所以呢個叫做特別成就獎啦。哇！我真係好幸運啊！嗱，我能夠即係近距離咁摸到呢一個獎牌，靚到不得了，我都未見過。甚至仲有阿 Michelle 啊，嚟緊我哋咧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咧喺鑽石山荷里活商場咧都有個展覽㗎。係展覽啲咩都可以就係歷屆奧運嘅獎牌，睇佢哋付出咗幾努力攞到爭取到獎牌。即係其他嗰啲觀眾咧都可以去鑽石山嗰度荷里活商場嗰度睇展覽㗎。哇！好似我咁可以近距離觸摸到啲獎牌啊！即係嗰段時間咧，就係呢段時間咧，至到係9月9號咧，我哋嗰度有展覽嘅。哦，好啊！佢冇我咁好彩，可以咁近距離摸到係嘛？係咯，我希望其他觀眾嗰度有機會去參觀下。好啊！哇！如果係咁，我即係睇我哋傷殘人士嘅付出嘅努力啦。我估佢摸唔到嘅咧，我相信都應該喺啲箱入邊嘅。我特別好彩嘅啫。係啦，咁我想話咧，當08年喺北京奧運得到呢個牌，即係呢個特別嘅成就獎嘅時候，我想問你嗰個內心嘅情緒，同當年你92年喺巴塞隆拿攞金牌有冇分別？個分別喺邊度？即係第一次攞巴塞隆拿嗰時，梗係好興奮㗎啦，因為嘢好渴望㗎嘛，參加每個運動員參加奧運都係想攞獎牌㗎嘛。係，即係嗰次就好辛苦咁樣。就攞到個金牌，咁啊當然係好驚喜啦！即係其實都賽前咧都未諗過話會贏到嘅呢個獎牌嘅。點知比賽就自己越打越好。唔係啊，你之前都攞緊牌㗎啦嘛，你攞緊銅牌，我記得。銅牌係咯，但係冇金牌啊嘛。咁你咪逐步去，一步登天就好難嘅，逐步上啊嘛。咁上到去金牌。因為我情緒有鋪排嘅喎，其實係咪啊？佢咪即係我嘅性格咧，就係唔會咁易放棄咯。即係永不言敗啊，就唔會有咁容易放棄咯。所以我攞銅牌，即係我84年又攞銅牌，咁我88年又攞銅牌，咁我一定要攞翻個金牌。係一定要打到 final 先得，應該起碼先攞入到決賽，你先有機會睇下銀定金啦。到時再講。即係我嗰段時間就付出好多努力咯。係嗱，講開努力呢樣嘢咧。得到呢一個牌嘅時候，嗰個係咪就係一種努力嘅回報？所以你嘅情緒上又係點啊？呢個即係另外嗰度咧，就攞翻一個傑出貢獻獎啦、大獎啦，即係國際冰聯頒俾我啦。咁我即係話喺乒乓球界嗰度個運動嗰度，即係付出咗咁多長時間，即係佢表揚我嘅，即係認同咗我嘅成就啦。話對乒乓球嘅貢獻咯。係，所以我即係我居然喺88年。即係話當時可能我都自己諗下，可能都係我最後一屆參加，但係大會就國際冰聯就頒咗呢個獎，我覺得
真係一個錦上，即係對我冰球球事業嚟講咧，係一個錦上添花，係一個完美句號咯。嗱，如果完美句號，我仲老土啲咁樣去諗，因為始終喺北京呢個地方，亦咁叫京奧，喺自己地方即係自己國家啦，始終都係自己國家嘅土地上面得到呢個特殊嘅榮耀，嗰個情緒會唔會再激動啲㗎？係即係比較即係激動，真係話全場真係起碼過萬觀眾咁樣睇住你拍手掌，哇！咁香港有個運動員能夠攞咗個特別大獎咁樣，佢哋都好高興，我又好高興，即係我好老土地問你92年攞金牌嘅時候有冇激動落淚？咁到你08喺京奧得到呢個特別榮耀嘅時候，又有冇感動落淚咧？如果講感動落淚，可能應該係第一個金牌就比較咁，因為我終於得到，係啦，終於得到同埋呢個係最高嘅榮譽啊嘛，即係每個做運動員，每個運動員都想希望自己有得到個最高榮譽噶嘛，有時啲嘢就